齐明峰，你怎么哪都有你啊？我这是放心不下你，怀着孕还忙着会所的事儿，所以啊，我把这些活全揽了。你天天不用上班啊？你现在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齐明峰，你这人特没劲你。大家本来就是玩一玩，干嘛这么执着？干嘛这么说话？玩你留着孩子干嘛？陆明，你怎么了？我去倒杯热水啊。别让他去我厨房！行了吧你就，小主儿，能不能别闹了啊？还玩玩呢？我认识的冬眠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啊。刚刚说的那些都不是真心话。我就是想气走齐明峰。你想气走一个人有很多办法，干嘛要贬低自己啊？神经病！我生气。哎呀，别气了，这还有孩子呢，你就看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吧。我生气。冬眠，来，冬眠，喝点热水暖暖胃。我不喝，他不走我就不喝，渴死我也不喝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那冬眠就麻烦你们两位了，有什么事打给我，24小时开机。我先走了。啊，慢走啊。我把你把这东西给收拾一下。喂，喂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别闹。走不走？你干嘛？喂，你啊！你不走是吧？你不走我就做人家早熟的孩子。冬眠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？你怎么欺负他了？你弄我！那他怎么坐地上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别碰！